樓價持續上升，推動整體入市氣氛，使上半年住宅市場交投暢旺，並帶動按揭數字同步上升。根據經絡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，今年上半年現樓按揭登記累計錄得41,707宗，創近4年嘅首半年新高。而上半年樓花按揭登記就稍為遜色，累計錄得2,874宗，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一成。銀行對按揭業務嘅態度亦轉為積極，並陸續推出多元化嘅按揭計劃。其中，大型銀行更加進取，透過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計劃及加碼相關優惠，例如按揭現金回贈等策略，吸引優質客戶，推高按揭市佔率。6月份四大銀行現樓按揭市佔率已攀升至78%，創3年來嘅新高。上半年美聯儲維持基準利率不變，香港銀行同樣保持最優惠利率不變。此外，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一直徘徊喺大約540億港元水平，一個月拆息大部分時間介乎2厘至3厘之間。以新造 H 按計劃 H 加1.3厘計算，H 按業主暫時仍需以封頂息率3.25厘供樓，